唔少醫委會投訴都要等幾年開庭。有專門處理醫療投訴嘅大律師認為，永久擱置研訊做法罕見。醫務委員會根據醫生註冊條例成立，賦權規管醫生專業，包括針對專業失當嘅紀律研訊。但唔少投訴個案都以年計嚟處理。藝人張崇德夫婦個仔2005年夭折，佢哋同年向醫委會投訴婦產科醫生專業失德，案件8年之後先至開審，經歷11次聆訊先至有裁決。同樣面對漫長等待嘅仲有葉小姐。佢個妹妹2016年喺伊利沙伯醫院分娩嘅時候大量出血死亡。葉小姐第2年向醫委會投訴，期間醫委會話有新資料，發還初級偵訊委員會，之後又話要安排另一個專家證人等。投訴至今近9年，仍然未展開正式聆訊。每一次都係還原基本步咁樣，咁我當然係聽到原來可以話，因為時間內，所以就永久擱置嗰個研訊。佢嘅 logo 係一個天秤嚟嘅，跟住佢寫住行公義、守專業、護社群。我覺得佢哋淨係守住專業咯。有專門處理醫療投訴嘅大律師認為，研訊時間過長會造成不公，需要成10幾年時間，例如先至知道個結果嘅，由事發到最後。本身對個病人或者個家屬方面都係一個好大嘅心理壓力。同樣對醫生都係，坦白講，因為我係希望有一個正式嘅地方去處理呢個爭端，但係原來要咁耐。根據醫務衛生局數字，醫委會過去5年有160幾宗投訴個案，要4年以上先完成審理。但係由2020年開始嘅4年，交到研訊小組嘅個案其實唔夠100宗。陳偉智話：永久終止聆訊好罕見。隔咗咁耐，我記得幾多咧？咁我要去問翻其他證人嘅嘢，又有幾容易咧？永久終止聆訊係一個好極端嘅一個事情，冇其他辦法可以彌補到嗰個例如個不公平嘅地方，咁所以先至要去到咁嘅。至於能唔能夠司法覆核永久擱置嘅決定，佢話如果涉及程序出錯可以考慮。被問到如果勝訴交翻俾醫委會審理，可唔可以再以同樣理由擱置？佢就話現階段難以揣測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。